去厕所，好像去。主
兄弟姊妹，大家平安。那伫咱敬拜的时间，还阁有几分钟，互咱先备办心，安静咱的心，来敬拜咱的上帝。咱先密祷来做准备。咱先来做一个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愿你的圣神伫遮运行，愿你的灵到阮三角之地。主啊，恳求你帮助阮，会当专心来敬拜你。主无论伫祈祷内面，还是伫敬拜内面，阮的爸妈拢来得到祝福。愿主帮助阮伫祈祷内面、伫敬拜内面来甲主相拄。主，你听阮赢过一切，你是阮的天父。我们专心敬拜你，我们专心来学习你，将阮的重担放落伫你的面前，专心听候你，专心来仰望你。主，愿感谢你，你是主爱的天父，你也是阮的招伴，甲阮的拯救。我们将今仔日的敬拜，甲阮今仔日所有的服侍，仰望伫你的手。愿你的灵，甲阮每一个人三角之地。愿咱的感恩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你的名来求，阿门。咱先来唱这条诗来宣告，咱来宣调，咱将咱的手举起来，咱先来宣调，宣调。恁着学乐耶和华，着唱新的歌，学乐耶和华。恁圣的百姓的会中学乐伊，愿以色列因为做伊的主来欢喜。愿锡安的百姓因为伊的王来快乐，阿门。咱做伙来吟这首诗歌，我要听候耶和华，进入咱的祈祷的时间。我要专心听候耶和华，也要注心仰望伊，来到主。下面咱要来看一段经节，这个经节记伫诗篇62篇，咱做伙来念吼，好，来做伙来。我的心静静，全无应候上帝，我的拯救是对伊来，独独伊是我的招伴，拯救我的，伊是我的关台，我袂大摇动。佮继续。我的心啊，你着静静，
全部听候上帝，因为我的愿望是对伊来，独独伊是我的招盘，是拯救我的，伊是我的关台，我袂摇动。我的拯救，我的荣光伫上帝，我的快乐的招盘，我的闪避的所在，也在伫上帝。恁众百姓着时时倚靠伊，伫伊的面前拼出恁的心。上帝是咱得胜的所在。第八节甲咱讲，拼出咱的心。咱敢有拼出咱的心？有人一个讲尔，咱敢有拼出咱的心？有。所以咱祈祷、学乐，拼出咱的心来到主的面前。咱搁来唱一首歌，搁一摆。将伊当作一个咱的祈祷。我要专心听候耶和华，也要专心仰望伊，来到主是阮宝座前，当你临的阮得到我用。我要忍耐听候耶和华，亲像玻璃等天光，伫暗时，清早伊星星，伊早是学落伊的慈爱，只有伊是我的招盘。经文伫雅各书5章13甲18节，咱做伙来读。恁中间有人受苦吗？伊着祈祷。有人欢喜无？伊着吟诗。有人破病无？伊着叫教会长老伫主的名用油抹伊，分我以来祈祷。有信的人祈祷。要求看病的人，主要互伊起来。伊若有罪，要赦免伊。恁着三对认罪，三体祈祷，通得到医好。义人的祈祷，伊的快乐有大功效。伊利亚是甲咱共性情的人，伊切切求无得落雨，就无落雨伫地里。历过3年，搁6个日，伊搁祈祷，天就落雨，地就出土产。我的兄弟啊，恁中间若有失个真理的，有人互伊约等，通知互一个罪人对迷路倒转的，为救伊的灵魂出世，各位也看济罪。咱伫这段的经文内底。甲咱讲祈祷的重要，所以煞接咱要参加做伙来祈祷。下面咱也为着咱家己来祈祷，为咱家己的软弱、病痛，也是为着教会内面的肢体来祈祷，嘛为着咱今仔日敬拜、备办心来祈祷。特别为着教会内面心灵无平安的、有住院的、病痛的，甚至有癌症的，搁为教会内面。经济内面有失去亲人的艰苦，咱实在袂当体会。检采咱有安尼经历，但是咱为因来祈祷。咱拄仔迄个经文内底讲，咱的祈祷是有功效的，所以咱为这3项来做伙开喙。
主啊，阮感谢你，互阮会当成做一个祈祷的人，愿你帮助阮，释放阮的心，互阮的祈祷成做人的祝福。主，阮要祝福阮教会，在发病病痛的人，互因伫内面遇到主你的保守，主要特别为着教会中失去亲人的兄弟姊妹，阮献上祈祷，愿你保守看顾因的心怀意念，是主耶稣，主感谢你。上帝，阮感谢你，使阮祈祷的权柄，主，互阮知影，当阮祈祷的时阵，主你会做工，你会听阮的祈祷，愿你赐福阮的祈祷，互遐个病痛的、软弱的、心软弱，各种病痛的，拢会得到主你的扶持甲看顾。主，我若要将遐失去亲人的兄弟姊妹，搁一摆仰望伫你的手，愿你的圣手扶持因。愿你的安慰进入因的心，进入因的家庭内面。愿恭敬将因交托伫你的手，你的手。愿咱的感恩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你的名来求，阿门。继续，咱要来第二项，为着林北福音来祈祷。特别咱要为求主来赐福咱每一个家庭，互咱会当全家归主。全家归主好唔好？好。所以咱来为着全家归主来祈祷。特别为着你身躯边还未认捌主的亲人朋友。检查你已经祈祷足久，但是你继续祈祷，上帝伊会听，伊会做工。第三，为着咱11月14福音主日，迄个爱城弟兄要来咱教会，咱来为这来祈祷，咱做伙开喙这3项来祈祷。愿上帝，愿恳求你赐福阮每一个家庭，互阮会当全家来认捌你，来开主，就像你这个认捌你的这个恩典，行落伫阮每一个厝内面人，身躯边的人的身上，就感动因的心啊。因的心，互因会当甲主来3连结，主啊，透过我的关系，将认捌你的福气收赐伫每一个家庭内面。主特别为着11月14福音主日，我吸引阮的兄弟未信主认捌你的人，会当来认捌你，会当来教会来认捌你。主啊，就互爱城弟兄伫遮的见证，会当来影响这人的生命。主，我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继续，咱来为第3项来祈祷。咱来为世界国度甲台湾来祈祷。第1项，咱求上帝来赐福咱每一个家庭。咱将每一个PPT 有走去吼，好，无要紧。咱为着好下一个，好 PPT 有走去吼。好，咱为着拄则是要为着世界国度祈祷，无要紧，无 PPT 无要紧，为着世界国度来祈祷，为着疫情来祈祷。吼，这个是。PPT 有唔对去，无要紧吼，用我讲吼，咱用为着世界国度来祈祷，特别为着全世界疫情会当平线，为着台湾的疫情会当平线来献上祈祷。特别咱台湾的疫情已经哪来哪稳定，咱要来感谢主伊安尼稳定伫咱的内面，咱嘛要求主将伊的平安喜乐收赐伫台湾每一个土地，咱做伙来为世界国度为着台湾来开嘴祈祷。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将阮台湾仰望伫你的手，交托你手，特别感谢你伫台湾这个土地收赐平安喜乐，将这个疫情慢慢控制成，能够较济看到主你的恩典伫内面彰显。主，我们祝福全世界疫情要得到避煞。主，阮人所犯的罪，也伫你的面前来认阮的罪，愿主赦免人所犯的罪，人较谨慎的心，来我靠上帝谨慎的心来看待阮的所家己的所在。就咱来进入第4项，为教会来祈祷。第1项，咱求主来兴旺咱的教会，互咱当心为着咱的教会，成做一个福音的出口。第2项，咱为着咱的牧者、传道、中职、各牧区、各团契、团队同工。那我若无讲到，咱若知影，但为着咱的团契来祈祷。咱有一个当心服侍的心伫教会内面。第3，为着咱所选出、新选出的中职。来祈祷，因带因，互谦卑合一的心来服侍咱的教会。咱为着好，搁有为着咱今仔日，咱的达团契会服侍，敬拜团，也是影音团队，也是雨伞，也是各种徛伫门口
伫遐服侍的交通团队，咱拢为因来祈祷。每一个服侍拢要互主兴起，每一个服侍拢要互主祝福。最后，咱嘛为着夏牧师今仔日伊的讲道，求主特别的恩膏赏赐伫内面，互咱圣神帮助，互咱有谦卑的心来领受。咱做伙来为即几项来祈祷。愿上帝，阮感谢你，设立教会伫遮，来敬拜你，求你来祝福阮的教会兴旺，阮的教会复兴，阮的教会，阮的同心为着福，真做一个福音的出口。后主啊，恳求你嘛来带领阮的牧者、传道、中心，阮的团体，拢是乃是为着同心，为着主你的福音来打拼。互阮学习半无家己，互阮实在是为着主你的教会来打拼。主，阮为着选出的种子来祈祷，求你引带因、帮助因，这是你所拣选的种子原理来帮助因，合一谦卑的心，使你的教会我们为着阮今仔日的所有的团队来献上祈祷，愿主伫阮的中间来带领阮、引带阮，互阮用同心合意的心来服侍你。主，我从互阮牧师今仔日所讲到的、所透放的信息，拢加在阮的网站信心，加单单来运行，帮助阮领受教导，真做一个谦卑顺服的家己。我要专心听候耶和华，也要专心仰望你，来告诉希望我所经
主大声了，我要举起手来宣扬主生命。主基督，甘愿牺牲来救罪人，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手来宣扬主生命，主基督，甘愿牺牲来救罪人，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上帝爱他的一切世界，无论我高雅我意，我一天比我拜的人情。叫咱来吟新圣诗248首，我的上帝全能君王。大慈悲疼爱的主上帝，我用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是因为我知过去疫情的束缚，袂当阻挡我调见你的心。但感谢你，让疫情慢慢会当消散，阮逐个人
拢有即个抵抗力的时，愿个意爱转来到你的圣殿，伫遮同心自执敬拜。我毋若是要调见你、学了你、荣耀你，我也要看见属地主你的百姓，我的兄弟姊妹，大家人相见面迄款的喜乐甲平安，彼此的带导甲鼓励。主啊，愿这个敬拜，你伫阮正会中，互阮经验着上帝你同在的平安甲快乐，也互阮因为出伫主你互阮的听，互阮欢喜招呼。欢喜来引带，也欢喜来彼此鼓励，伫阮正兄弟姊妹中间，成一个上帝你真真正正听的大家庭。感谢主，阮今仔日的敬拜，愿荣耀伫你的面前得到兴起，也愿正兄弟姊妹对你的话、对敬拜、对祈祷，拢得到满满的祝福甲恩典。但阮要用主教是阮的祈祷文来同心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因为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一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启应，即时咱三家来启应。启应文第14篇，诗篇46篇，由我来启，会众来引。启应文14，上帝是咱的避难所，咱的快乐。虽然地大变动，海水野涌哗哗吼。免惊，有一条河，伊的水流，互上帝的城欢喜。上帝踮伫遐，城一定袂摇动。列邦哗哗吼，列国动摇。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来看上主的所在。伊压支弓，斩长枪，放火烧战车，拢静落来，就知我是上帝。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祈祷，即时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听堂的天父上帝，搁一摆来感谢俄罗你，有你奇妙的作为伫阮的身躯顶，互阮伫患难中有你随时的帮衬，互阮伫忧闷中得到讨白，互阮伫病痛中得到医治。主啊，你是阮永远的关台甲石盘，因为你拣选了阮。正做尊贵的器皿，借着福音来脱离人的软弱，洗清阮的罪过。感谢你赐予阮所有的会友教业的福分，会当三甲组织伫你所设立的圣殿来敬拜甲服侍。求你赐阮智慧甲谦卑的心来面对这一切，互阮凡事拢会当顺探你的旨意来行，做一个合你心意的人。伫即个季节交换、病毒流行的时阵，也祈求你保守大家身体会当臃肿，赐下大权能来，互即个疫情紧紧来除去，互你的子民恢复正常的生活甲敬拜，心灵拢有你所赐的能力、安慰甲健康，互阮会当来显明基督牺牲的疼。本就是宗教改革的纪念之日。互阮更加来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你是真理、道路甲活命，因为你的救赎，互阮会当定头生；互阮因为信，才会当
三甲家己和好，互阮有搁较侪气力来为着福音跑走无煞。也求主不断来修正阮，互阮富强教会众会友伫家庭、事业、学业甲教会服侍，拢会当尽职尽忠，做光做盐，做一个上帝国的好管家甲好门徒。愿安尼恳求、感谢、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这时，咱来恭受上帝的话。今仔的圣经节是记载伫两个所在，由我来读。罗马书1章16节到17节。我无看福音做见效，因为这个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力，要拯救所有信的人，大先犹太人，后来外邦人。因为这个福音有启示上帝的义。这个义对头到尾拢是通过信来得到。照圣经所记载，义的人会对信来活。第二个所在是记载伫约翰一书1章第8节到第10节。咱若讲咱无罪，是骗家己，真理无伫咱内面。咱若承认咱的罪，上帝是信实公义，要赦免咱的罪，洗清咱拢总的不义。咱若讲咱毋捌犯罪，是甲上帝看作白贼，伊的道无伫咱内面。圣经读到这，这时咱请圣歌队来做影音的献诗。我主是我的牧者。献诗煞，咱要请夏牧师来讲道，伊要来传讲的信息是宗教改革甲灵命更新。
各位姊妹大家早平安，感谢主，互咱渐渐来恢复正常实体的礼拜。这礼拜是咱期待久久吼，对5月到现今已经要半冬的时间，咱会当平安搁倒转来，这才是上帝美好的恩典甲祝福。愿主亲自保守，互咱逐个人，毋若是伫遮当心自的敬拜。是因为看见你我大家拢有领受到平安，领受到对上帝来恩待，这是咱伫拄着艰难、拄着挑战的时阵上大的一个祝福。咱要分享最后的进前，咱搁一遍来祈祷。主庇的主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我伫遮组织，主啊，这毋是偶然，是因为上帝你听的呼召，以及恩典的照顾。但阮伫这个实体的敬拜，是因为阮逐人面对面，要见证上帝你的恩典、拯救甲保护。因为阮通过逐礼拜敬拜组织，伫这个所在，阮互相激励、互相祝福、互相带导，增加着阮的信心甲气力，也有传福音的动力。伫你面前，要通过你话来三个学习，愿你亲自带领。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各位兄弟姊妹，咱拄则有通两位圣经节，咱等下会当通过圣经节，慢慢来做复习。拄则咱的俊君执事有咧祈祷中间讲起着今仔日，拄好是宗教改革的纪念日。咱知影宗教改革，即变做一个专有名词啦，吼。事实宗教改革这4字吼，是逐个时代拢有。毋过咱现在咧讲的宗教改革，是针对咱长老教会的源头，是对504年前马丁路德来开动，也是讲开始宗教的改革。到最后离开旧的，就是天主教。咱重新搁创设这个教会，用迄来做一个专有的名词。但这4字，迄是伫咱属灵的生命中间，拢无停止的。这个宗教改革的这个主要的人物，就是马丁路德，咱拢有听过。马丁路德呢，伫1515年，真好记啦，1515年的时阵，伊迄个时阵一个少年的修道士，咱即嘛是讲，甲马丁路德创设新的教会进前，伊其实就是一个神父就对啦，就是伫天主教的系统内底，伊是标准的，一个足标准的修道士，因为伊准备要做神父啊。也毋过真奇妙，上帝的亮光互伊啦。伫1515年的时阵，马丁路德就是读到今仔日咱读的第一段经文《罗马书》第1章，伊伫17节读了后，伊突然间一个足奇妙的光伫伊当中怎开阔起来。因为当时的天主教的教义就是你着苦修，所以神父袂使结婚。神父就爱伫修道院，就爱逐项拢限制家己，为着要洁净家己，要圣洁家己，通会堪得成就上帝的工。伊嘛是照规矩哦，照会规章努力打拼，讲我一定要得到这个上好的奖赏。但是伊家己心内知影。心灵上有真多的黑暗，心灵上有真多人袂当控制迄款的私欲。伊想讲，我要苦修到什么程度，才会当达到上帝标准呢？当上帝刚照到的时候，咱拢知影，咱拢是有罪的人嘛。所以当伊看到罗马书1章17节，伊家己做家己的一个见证，讲，这个时阵我感觉已经得到天头生。经过一个大开的门进入天堂啊！意思讲我毋免阁修遐尼再用迄个来代表我得到啦。意思讲我对这则经节得到，这是马丁路德的相片。
当兄弟姊妹，17节是安怎讲？讲因为这个福音有启示上帝的义，这个义对头到尾拢是通过信来得到。这句话，这个义是对头到尾，毋是苦修，毋是做好事，毋是做比人较好，毋是你的财势比人较悬。伊讲拢是对信，你的信心有得到，你就亲像圣经所记载，义的人对信来活。兄弟姊妹，今仔日咱对入教会开始，牧师、咱的主日学老师咱的所有的长职，拢嘛甲咱讲因信得义，咱听甲已经足习惯啦。但是咱爱倒转去倒转去伫马丁路德迄个时代，马丁路德伫伊咧做修士的时代，拄好是罗马天主教的教廷上届势力上大的时啊！迄个时阵就是为着要修建要来去做，咱若有捌去意大利、捌去罗马来参观光，你会看见到迄个圣彼得大教堂有无？迄个规个人讲城中之城啦，遐尼大的工程，有点迄阵先分派任务，讲来恁台南遮的教会，虽然都爱去募集偌济的经费。我甲钱送转去罗马，通我甲即个伟大的礼拜堂甲起起来，迄是人的思维，你知影无？就讲要起一个亲像因迄个时代耶路撒冷共款，有心要起一个辉煌的圣殿，这毋是物歹事啦。若有气力，但是呢，慢慢迄款的需求所变做是一个偏差的信仰。咱拢有听见迄段的故事侪少啦，就是咱叫做赎罪券，捌听过赎罪券。好啦，赎罪券安尼我少年我的阿公阿祖较早毋知有犯着罪无毋知佫有伫地狱，也是伫炼狱咧受苦无？好佳哉！上帝照顾我，互我即阵熬趁钱咧我身躯一大笔钱，来钱捐献互教会，通起一间圣彼得大礼拜堂，阮亲人，阮的祖先就得救啊！兄弟姊妹，你听到这话，你会感觉奇怪无？我用钱来买阮阿祖的灵魂，但迄时阵因为迄款气氛的下面，大家感觉讲，第一，迄个时阵教廷的气力是大甲变，即个政治较大，王朝搁较大，莫怪啦。咱听见一句话讲权力互人腐化，绝对的权力就绝对互人腐化。安尼是甚物原因？毋是人要做歹啦，是迄个罪互人权力无限制的时阵，就安尼逐项拢变通去啊。所以马丁路德就是伫迄个时代的气氛，伊一面在想讲，我的顶司叫我就要去收这的钱，通捐出去。我佫甲人讲恁祖先若较早有得罪，有犯罪，你用钱就会当买赎罪券。安尼甲我看圣经都无共呢。兄弟姊妹，你也会记迄个时代的人无圣经通好读所以就是凭迄个修士也是神父的话，讲啥伊就信啥话。所以就是因为即个气氛，即个少年人，若讲少年人会较好打，你毋知？伊都毋是啥物地位，毋过伊就感觉讲足奇怪，伊就看即个圣经节，都个明明无安尼写咧，对毋对？所以罗马书1章17节，互即个马丁路德头壳转变，伊的心全光起来。所以就愈想讲奇怪，甲我伫教廷所各种的宣告都无相共。所以伊对圣经的中间领悟出因信称义的教义，这就是真做宗教改革的神学基础啦。1515年，好，伊已经感动到但是伊是一个小小的修士啊，迄教廷的迄个规模甲教势遐尼大，伊要哪敢去甲人冲击什么呢？伊只是亲像一个学术者咱一个研究生安尼，想讲迄阵
若拄着什么代志，大家来辩论一下啊，对毋对？大家来论一下啊，我论了，你若讲了，互我会福，我就接受啦。以前迄个心意若定，毋是真正讲吼，准备好啊，找一群人吼，就讲来，咱做一个惊天动地的代志，来甲宗教改革无啦。以前拢完全无即个想法，所以一直永过17年2年后啊，10月31就是今仔日。伊就安尼点点啊，也无特别讲去招呼什么人，像咱即马那迄个政治人物若要烧过，我拢会叫记者来讲，来我要议即个灵吼，要准备按铃宣告，吼要防灾啊，伊无啦，伊纯粹是安怎？讲我都感觉心内吼袂平安啊，所以吼我就答互伊一个写落吼，头脑好诶人吼写95条，迄若写5、6条啊，就足济，伊写95条。啊，伫德国诶威丁堡一间礼拜堂吼。事实毋是正门啦，是边仔门。边仔门啊，迄个普通是遮个修道士啦，吼，遮个同工啊，咧出入的所在。就像咱1楼有无？1楼咱有一个公报栏，都知影你若经过会看到啊。咱有海报嘛，有遐一寡祈祷的资料嘛，看起就影着啊嘛。较早也无电子媒体啊，拢一定是用打一张纸互人看安尼。伊就打出讲反对赎罪券的95条的论纲啊，论纲的意思讲无写完整哦，敢若写伊的疑问出来。我感觉遮有疑问，恁有人要甲我辩论无安尼？伊是要征求学术辩论，但是煞无煞无拍算讲宗教改革的会证，意思是吼，迄款的民怨拢已经出来啊。当时欧洲毋是像咱现在讲看到讲吼，欧洲啦，像瑞士啦、比利时啦，迄个荷兰吼，好业啊，大家生活足好过。迄阵吼，大家人拢是做农奴呢，农奴你听有吼，就是讲大地主拢是教会啦，教会是大地主，你敢知？无就遐个诸侯，也是讲遐个王侯大将士安尼。我是做事，甲你做佃农，做吼一年吼。收成偌济，我都交偌济，转去我的主人遐，所以根本生活足歹过。即摆就我爱搁捐即个钱，所以呢心内足艰苦，心情足艰苦。所以当马丁路德打出去的时阵，元气宣教天主教嘛无甲当做一回事啦，无拍算讲哇一呼百应哦，一大堆人讲有影都对，这我感觉有理啊。我怎好？这个少年，甲这个少年的修道士马丁路德，甲杀去到底，顶过一个大英的中心就对了。所以这个改变历史的宗教改革，对这个时阵开始，对德国、瑞士到欧洲大陆陆续来勃发起来。马丁路德呢，伊所提倡的因信称义啦、信徒该祭司啦，今仔日咱基督徒朗朗上口的迄个教义吼。迄个时阵是毒蛇猛兽，你敢知？迄阵迄个时阵是互人惊到的，讲哪有即款代志？所以莫怪，即个先知性的呼声，所带来整个欧洲教会的改变。即个马丁路德，伊受足侪迫害哦，甚至互人要甲追杀的。好佳哉吼，迄阵的欧洲吼，毋是咱现在即个印象的国家啦。伊一个所在，就是一个王一个邦，由这个王负责管理的，算较小的王就对啦。这个小的王，若较我落马丁路德，伊就秘去遐，互边仔的迄势力毋敢入来安尼。伊嘛是正式接受挑战呢，所以上出名的一个辩论就是讲，来，你竟然挑战教宗，挑战罗马教廷。来，互阮来审问一下啊！所以伊真正伫迄个较听伊的王侯的遮官员是讲平等甲保护讲袂去到法庭就互掠去嘛，甲保护讲，来辩论看嘛，伊就是伫即个有一个德国的一个沃姆斯啊，沃姆斯即个所在的议会来答辩啦。哇，规个欧洲拢震动起来，改变历史。因为遐个顶司遐个大官拢一直甲指责讲你这是盘骨批啦，你这个安尼
食碗中央的就对啦，逐项拢甲嫌甲无一块好。但是即个马丁路德吼，上帝互伊有胆呢，伊毋惊，伊啊印伫人的即正人的大官的面头前印讲即句话，伊讲除非圣经也是理由清楚甲我说落，我袂当嘛无愿意收回任何意见。这是我的立场，求上帝帮助我。Here I stand， 意思讲我徛伫遮。啊，你什么办法甲我收回呢？就是圣经甲我拍倒。若无你用势力，用任何的威胁，拢袂当互我收回，除非圣经。啊，这就是欧洲发生宗教改革一个遐尼大的改变。怎改变？等于较早的中世纪，咱所讲的黑暗世纪已经消除啊。因为逐个人的脑筋开啊啦，心嘛开啊。迄个教宗遐宗教势力要来控制，已经无法度啊。因为逐个人迄个意识拢出来啊嘛。迄就像咱台湾民主运动同意思啊，吼。即马你叫啥人讲袂使讲啥，袂使讲啥，无人惊，因为逐个知影讲，这就是咱人民的权利嘛。啊，所以马丁路德伊改革运动明确的口号是啥物？独独信心，独独恩典，独独基督。兄弟姊妹，这是咱今仔日基督徒一个大福气，你敢知？现在咱招一个兄弟姊妹讲，你若信就得到，毋免什么款的条件，毋免什么款的资格，只有信心，只有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啊，这啦，讲做咱新教吼，基督教一个上界核心的一个信仰。所以马丁路德伊的宗教改革，互人称作什么？是宗教顶的哥白尼吼。咱读过世界历史，你人讲哥白尼就是甲地球吼，地球安尼做中心啦，讲太阳啊，遐星球拢是地球，迄个观念甲拍破。咱地球是咧射太阳吼，月亮在射地球安尼，即款的观念伫早前吼，当作是异端呢。当时教廷甲哥白尼讲：“你这是毋对的，悔改爱认罪，讲对的人爱认罪啦。”这就是当时的迄个气氛就对啦。所以马丁路德得到证人，当然你爱若研究宗教改革的历史，迄是咧册一本足侪本的吼，是因为讲迄个时代的气氛，迄个文艺复兴，规个欧洲的文明开始咧改变，宗教用迄款威胁的迄个办法，已经无法度人控制人民的思想嘛。这拢有关系啦。科学慢慢地发达吼。当时共迄个时代，有那是一个足先进的思想家，就是伫荷兰的思想家，叫做伊拉斯莫斯啦。伊甲马丁路德同时代的人，伊有一个评论。这个甲马丁路德同时代，这个伊拉斯莫斯呢，伊就评论讲。上帝，互即个时代一个足严厉的医生，因为伊的病重了真重。什么意思呢？是讲迄阵欧洲为着赎罪券，为着要去迄个大礼拜堂，煞变做行偏去啊，就对啦。为着要得到遐个经费行偏去啊。迄个时阵上出名的一个故事就是讲。你若甲你身躯的钱迄钱较早是钱是铜币啊，甲落落去奉献箱内底，点点，伊讲点点像咱二点零安尼，讲你的祖先的灵魂就得救啊！我听到这，咱真听会感觉足好笑迄个时代人就是安尼讲，所以无怪马丁路德换去了后，哇，规欧洲拢改变，所以。马丁路德伊嘛无想讲我家己创设一个叫做路德会，创设后来加尼文创设是什么长老会，拢毋是这意思。伊只不过是讲，我要甲我的疑问弹出来，你互我一个答案就好啊。我都无想要脱离啊。伊是讲我无想要佮家创一个国就对啦。毋过都天主教一直甲围堵，甲追杀，甲赶出去，赶出去无法度啊，我都。家己一个啊，我要安怎？我嘛是要去拜上帝啊，我嘛要读圣经啊，所以只好
教会就安尼分开去啊。啊，那既然是宗教改革，那表示讲，毋是马丁路德一个人解决的啦。事实是有历史的根源吼。这宗教改革运动是真长的一个历史。事实已经证明有迄个前锋，有迄个先锋部队就对啦。其中上有代表性就是个英国的威克里夫。咱现在有真侪迄个机构吼，拢叫做威克里夫翻译圣经的迄个协会，就是因为这个威克里夫吼，伊就是将当时的列丁语的圣经，一般的民众看无啦，迄像无字天书安尼啦，因为吼，迄个时代的人无逐个人有读过册啦，更何况迄印刷术无遐尼发达，也无逐个人有一本圣经啊，所以呢，拢是神父伫台顶宣讲，才有迄本圣经通好看，信徒拢看袂着。但是威克里夫呢，伊是一个学者，伊就甲圣经来翻译做当时英国人看有的英文，所以就是大家人拢会当亲自来读圣经上帝的话。后来佫有一位出名的殉道者，叫做福斯欧斯吼，种福斯伊的名是叫做福斯，就是现在捷克啦，较早叫做波西米亚，伊嘛提倡这个宗教改革，但是真可惜，这个福斯吼，伫当时伫这个波西米亚这个所在，受判做异端啦。伊是讲真话的人，互人看做异端，所以就判死刑甲烧死呢。所以现在伫捷克迄个所在吼，因在纪念这个福斯安尼。遐尼即位，这是威克里夫，这个是福斯吼，拢是马丁路德前面的迄个先锋部队就对啦。所以咱若简单把这个历史小可扫描一下吼，毋是足严谨的资料啦，就简单讲下讲，宗教改革者就是德国有马丁路德，后来都天主教就甲架起来，门甲你关啊，唔互你出，唔互你入来啊。所以伊只好就创设迄个叫做信义宗。遐尼即摆你有看到现在有咱台湾嘛足侪迄教会叫做信义会有无吼？迄就是对马丁路德即个线路来的啦。后来咱长老教会的先锋者，就是瑞士的约翰加尼文。后来伊学生叫做约翰诺克斯，伫苏格兰创设即个改革宗长老教会。所以咱长老教会就是对伫即个马丁路德加尼文加诺克斯吼，即个那咱的源头是对加尼文吼，马丁路德是伫信义会安尼。因为安尼，天主教伊佫关掉的无允准你改嘛，所以只有一群人对出来，对马丁路德、对加尼文、对约翰诺克斯这群人出来。后来基督教吼，就无像天主教，天主教敢若万国归统啦吼，就是教宗做教皇，剩的有啦内部有哪有分什么会，那什么耶稣会有无吼？什么？迄个法兰西斯啦，什么会拢有足侪会，因的会就是讲因好管理啦，但是拢是顺服伫教宗。毋过基督教就无共款啦，因为基督教大家拢足自由，所以各地都开始人讲遍地开花就对啦吼。像英国有圣公会，圣公会后来佫发展什么卫理会有无吼？佫来发展五旬节的教派，这拢是对英国这个系统开始演化来。咱长老教会就是有改革宗，改革宗后来佫有伫荷兰的所在叫做归正教会，后来佫有浸信会，这拢是甲这改革宗较有关的，毋是讲直属啦，意思讲慢慢演化、演变吼。佫来是拄则有一个所在写了无啥第三项有出重复记吼。圣公会佫来是神秘教派，较敬虔派的。就变做兄弟会，也是调会。现在咱亲像有一寡较早较注重灵恩运动的这调会，拢是这个系统安尼。你即位，咱今仔日拄好是几啊年啦，有一遍拄好礼拜日拄好是10月31啦。所以牧师就照着讲，这个10月31，互咱一个印象吼。首先宗教改革，敢若咱教会咧纪念啦，外口拢纪念啥货啊？纪念万圣节啦。
台北啦吼，迄市长啦，新北市的市长啊，拢穿遐有诶无诶，啊，伫遐要互遐会众较欢喜安尼。马丁路德时代就有万圣节啊，但伊是伫万圣节头一日，就是即个10月31，伊发动了宗教改革。啊，当遐尼是话，咱即马就是要想讲，啊，当宗教改革504当啊，咱定咧纪念是咧纪念啥？到底对咱有啥物关系啦？咱都爱对遮落去切入，咱才袂讲啊，牧师你拢找资料咧甲阮讲尔，咧讲故事尔都无意思啊。最后是宗教改革的精神，迄精神500年前是安尼，今仔日咱还有伫咧无？咱还有咧继续持守无？啊，若无500年后换咱搁另外一个罗马教皇嘛，对毋对？换咱咧徛伫遐拢毋叮当嘛，无爱改嘛。啊，你又无猜500年前马丁路德咧改革中啊，所以因的时代宗教改革精神第一项哦带起来较主要的是。因望倒转去到初代使徒教会形态，大家彼此相疼，圣经有讲过，大家做伙啉食，互相疼惜安尼吼啊，大家人拢有分传福音安尼。第二项上大对当时天主教上大的冲击，就是讲，毋是只干那遐教会的。神职人员才是主要啦，每一个信徒拢是祭司，毋是靠着神父啊伫遐咧献祭，是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有份伫即个福音，啊，这是信徒该祭司，这就是咱改革中上重要的一部分。第三，甲这律师就是讲一个对立啦吼。第二甲第三，教会主体是信徒，重点是信徒，毋是圣品改革。圣品改革就是讲像牧师即款案例的牧师啦。这讲起来，咱真足好理解。咱嘛定听到咱这政治人物，包括总统吼，伊讲我是啥物啊？我是咱全国百姓的老板嘛，啊，恁是主人，安尼敢是？啊，事实呢，基督徒的看法嘛是安尼。牧师甲这圣职人员就是上帝的老板，是要促成。也是讲要成全每一个信徒，拢变做祭司，啊，这才是马丁路德改革的信仰的中心。第四，答案你什么时做根据？用什么做根据？就是用圣经。圣经才是信仰甲生活相关的权威。你莫甲我讲上讲的，都圣经有讲无？啊，这上标准嘛，吼，毋免讲上吼，哇，伊即个人较威风、较伟大，啊，较有钱，就讲的都是大声。大家人拢照圣经来讲，当然对圣经的解释，个人有点仔无相像，毋知会产生遐侪宗派。啊，毋过大家至少拢互相的尊重，吼，毋通安尼加遐有诶无诶，啊，圣经无写。啊，第五，顶头先得救是对着因信称义，就是拄则马丁路德所得到的，毋是苦修甲善功啦。毋是苦修，吼，迄个当时中世纪的神父吼，关伫一间蜜房内底，伫遐苦修。有诶是人讲极善乡，拢袂使身躯袂使有啥物财产诶，啊，为着要甲家己遐罪甲洗互清气，啊，念遐个经文，这拢是好诶行为啊，但是袂当代表你得救啊。伊讲这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你才得得到。所以你要用信，毋是你行好做善事。啊，即咱台湾嘛足理解，是安那咱感觉讲做善事，迄是上帝的恩典啦，毋是讲用善事来换我的什么啊，得到什么款的福分啦。啊，像咱对佛教吼有一寡意见，就是安尼，因为佛教讲我吼安尼若捐钱吼，啊，我就会当得到更较大的福分安尼，无，咱是讲为着主耶稣的救恩安尼。啊，咱做善事是应该，啊，迄是救恩的刷落去的行动，吼。啊，所以兄弟姊妹，咱要三到来学习的，就是讲，那安尼宗教改革毋是500年前发生的事，是一直继续伫咱这基督徒中间，即个一直咧提醒，迄个精神要一直咱中间，所以宗教改革就是灵命更新啦。
灵命更新嘛，毋是一个倒一个时代的故事，是一直伫咱的生命中。那耶稣基督的保护甲救恩是持续的，你的灵命更新嘛是继续的。咱能看见初代前的教会，啊，上前的历史嘛，拢有宗教改革的脚迹。头一个是犹大王希西家的宗教改革。希西家伊是犹大王，伫迄个时代，伊前的王侪拢做无好。圣经记载讲，因做上帝看做无欢喜的事，啊，拢离开主，啊去拜偶像，啊，所以即个希西家就讲，安尼毋对啦，安尼要安怎对会去你上帝咧？啊，所以就实施宗教改革。啊，而且咱搁较清楚的是，主耶稣先出来传天国的福音。耶稣迄个时代嘛是宗教改革，因为你就看到伊咧责备迄个有法利赛人有无吼？吼，迄骂话吼，今日咧骂我毋敢想骂遐歹呢。耶稣骂话吼，无好听哦。怎啊？伊感觉讲，你这法利赛人，这宗教人士，你是束缚人的心灵，都毋是要人得救的，要用遐个罪法条啊来束缚人的心灵。啊，所以耶稣就是一个宗教改革家。啊，当然，伊的改革伫当时是后壁面的学生佮刷接伊的脚步。读这条经文就是希西家伊安怎做？希西家讲伊行耶和华看做好的事，照伊的祖代笔一切所行的。伊废无山头坛，毁坏条上，错阿瑟拉。拍碎摩西所做的铜蛇，因为到迄时，以色列人对伊烧香称伊做尼弗斯坦。伊挖过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伫以后，犹大王无有一个会得比，前也无，因为伊结连伫耶和华，对伊无离开，接受耶和华所命令摩西的诫命。耶和华甲伊伫地，伊无论去倒落，一尽行通。这是希西家的宗教改革上中心的这段经节吼。啊，所以像你这位，咱就看去这个资料，就知影讲哦，原来吼无简单，因为主伫逐世代拢兴起伊的采用，就为着要互因佫活倒转来。咱若要佫讲较济。每一代史书拢是安尼啦，咧宗教改革，咧带人佫倒转来归入主嘛。你离开啊，看见有人甲你救转来安尼。像你即位宗教改革精神吼，几项来学习。第一就是讲，宗教改革毋只干是体制甲冲击的变革啦，伊是讲外口的制度，迄个基础啦，应该看作是每一个时代拢持续咧发生的心灵革命。马丁路德对圣经的亮光，找到信仰心灵的灵命更新。伊的信仰灵命更新，就是知影讲，若无认家己的罪吼，咱永远袂当得到迄个上大的救恩。所以约翰一书咱拄则读的第2段经文，伊安尼写，讲咱若讲咱无罪是骗家己，真理无伫咱内面，咱家己自义嘛，家己想讲我都无做啥毋对。讲咱若承认咱的罪，上帝是信实公义。要赦免咱的罪，洗清咱拢总的不义。伊讲，咱若讲咱毋捌犯罪，讲我拢毋捌犯罪，我偌好诶。讲是甲上帝看作是白惨。上帝讲咱人就是有罪，啊你讲无，啊无表示你甲上帝对假嘛。甲上帝看作白惨诶嘛。啊所以伊的道无伫咱的内面。像你即位，咱也知影讲，马丁路德主张信徒改这诗，就是拍破迄个教唆。寡占的圣职人员，垄断迄个真理。所以今日每一个会友，你拢会当看家己的圣经，而且咱几十年后，就搁翻译一个更较新的，互你看更较有，表示讲咱大人拢家己面对真理。牧师、这长老，还是这查经老师，是要帮助你去找到家己的真理，毋是讲我讲啥就准算，是圣经上帝要对你讲什么。宗教改革就是灵命更新这个能量的传递啦。意思是马丁路德迄个精神
继续伫咱的教会，伫逐个时代，拢永远伫运动的中间，也永远伫革新的中间。所以兄弟姊妹，咱倒转来较小的范围，咱富强教会，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长老教会就是咱继续承认咱是改革中的教会，意思是咱针对这个时代，针对咱这个台湾这个地域，一较有上帝要爱咱改革的所在嘛。咱的民族性，咱的文化，甲马丁路德500年前无一定相像啊。那上帝爱咱做甚物，咱都要对着上帝圣经的亮光来进行。所以长老教会是改革中的教会，所以嘛常常持续改革中啦。改革中中文是拢共音对无？啊，台语是讲改革中啊，甲改革中。教会建造体制的改革，咱需要去改变。心灵、生命、心灵的更新，咱嘛继续。所以最后要我转来咱家己的富强教会，毋知你兄弟姊妹，你对咱富强教会认捌偌济？那我理解吼，咱富强教会伫20年来，咱嘛是咧宗教改革呢。啊，当然毋是迄个名声遐大，讲像马丁路德安尼。事实咱是改诚侪，你敢知？啊，改是倒是听上改，还是讲啊圣经、信仰。耶稣圣神的亮光，爱咱安尼做，较合伊的心意。啊，有合圣经无？这拢是咱改革的上重要的核心啦。啊，所以咱富强教会是改革中的教会。那我甲看起来，咱的教会有这几点，拢是宗教改革的。第一，咱推展福音运动，咱鼓励会友、小组员带人来归主，这是初代教会。叫门徒爱做的事啊，咱今日嘛是爱照常安尼做啊，毋是我来这是要享受教会服务那定，啊无任务带人记主，这毋对。圣经明明叫咱都爱做啊，啊所以叫做宗教改革啊，咱爱鼓励兄弟姊妹去引带人信主啊。第二，咱看见讲早前保罗先生也是初代教会，许多行传拢是圣神咧做工啦，毋是用人的办法，用人的知识啊，所以。咱接受圣神的更新，圣神安那感动咱，追求圣神的运动。第三，咱教会改革，对原来台语的纯台语的礼拜，咱改做多元的礼拜，有台语，有华语，甚至若人有够济，后摆有可能咱用越南语来礼拜，你敢知？印尼语啊，因为有人需要啊。当然，咱有一段时间有外国人来吼，咱用英语翻译互听，这拢是一个多元的改革。啊，佫较免讲，咱华语甲台语的礼拜，咱有敬拜赞美，咱甲鼓起入来到礼拜堂，迄嘛是宗教改革，你敢知影？较早一代的人讲，哎哟，迄安尼不三不四咧，你敢知影？较早人是安尼讲咧，但现在你看全台湾的教会，大家感觉讲故事，激动咱的心灵啊，也无啥物毋对，也无啥物。歹啊！啊，这拢是改革多元的礼拜。佫一项对咱教会体制上大的改变是小组的事工。咱拄仔咧讲信徒该祭司，啊该祭司就毋敢若牧师尔。所以咱这现在每一个小组长、副组长、团契会长，你拢是祭司呢？你是有任务来宣讲真理的咧，你是有任务来牧养羊群的。啊，这是咱教会行出来一个新的方法。有真侪长老教会有困难呢，因为大家拢习惯讲，啊，都牧师处理就好啊，剩的我来礼拜就会使。但是咱教会欢喜，讲这是照圣经，我欢喜做，有一阵当工欢喜来做。啊，愿意接受门徒训练，哇，来做礼拜就搁上课哦，哇，介麻烦。讲是，我若要做主的工，我若要做门徒，我都要学习，爱时时进步。啊，咱教会一个大的改革就是推展信徒改祭司。除了我拄仔讲小组长，啊，这各团契会长，咱佮推动迄个多轨道的服侍啊，多轨道，什么？就是咱的服侍团队啊。咱顶礼拜选中级，这是咱教会体制内。一定要有的，但是咱无掠这个做完整，咱感觉讲各种的团队真自由来兴起，
教会需要什么，咱就兴起什么。你敢知影？有的教会吼，做咖啡厅做了吼，足出名。你敢知影？有的教会组一个叫做重机团队，吼，骑重机的嘛，甲组一队啦。因为有人需要啊。迄什么意思？就是讲，我福音伫倒位，我人就伫倒位；福音伫倒位，事工伫倒位；人伫倒位，我就迄个事工做到遐。啊，虽然教会有真侪服侍团队啊，配合中级啊，做伙来侍奉。遐尼即位，愿咱若是纪念一个存在500几档的历史故事，是一直伫咱的生命中。包括咱现任的中级，咱当工大家看重即个改革的精神。改革吼，要讲别人较紧啦。改革就是亲像咱拄仔读的约翰一书迄段经文，讲我爱先承认我家己的不足，我才改会过啦。革别人的命足简单啦，革自己的命较重要啊。你爱先承认我家己的不足，承认我的有限，承认我的眼光有限制，然后迄个改变才会开始。这是耶稣互咱的教示。现在姊妹，咱们来吟首圣诗，啊来做祈祷。这是马丁路德所做的诗啦，吼，啊用这首诗来做咱一个纪念。603首，上帝是咱安全要塞。时间的关系，咱第一节唱2遍就好，甲迄个气氛啊，甲迄个精神啊，听来学习吼。马丁路德的诗歌来。上帝做咱安全要塞，坚固也这甲顶摆，艰难困苦别军目前，准备战咱大得胜，暗示军王兴起。可以见家家的，势力虽然向明，别我到咱面前，救助咱得胜。第一站咱搁复习一遍哦，吼，搁一遍来。上帝做咱安全要塞。坚固也这甲顶摆，艰难困苦别军目前，准备战咱大得胜，暗示军王兴起，可以见家家的势力。虽然向明，别我到咱面前，救助咱大得胜。咱若有闲，家这50圣经赞吼，50圣诗44诗词，拢印伫周报内底，好啊，甲读一下吼，就让表达出马丁路德当时。的信心，甲伊信仰，安怎得到开展？所以这时咱用2项的祈祷，第一项是咱回应拄则圣经甲牧师所分享的，咱求主帮咱，毋是纪念一个500年前的故事，是宗教改革一直伫咱心中。啊，迄个源头是咱承认圣经的真理，第二，咱承认家己的不足，互圣经的光照。看见这个时代，主上帝爱咱做什么？愿咱欢喜参与伫这个改革中，包括改革家己，成做上帝下用的器具。第二，咱为着疫情慢慢消散，咱的教会聚会会当搁较活力，搁较热切，大家三甲组织，三甲同心祈祷，三甲阿罗上帝。三甲激励，三甲关心，咱特别为着这个疫情中间，拄着生活、工作、事业受到挫折的兄弟，求主恢复因的信心，佮重新再起。上帝后来的祝福比头前的祝福更加大。最后，将咱为着病痛中的兄弟来祈祷，
咱伫周报内底有真侪大道的名单，你为着这你认捌的，还是无认捌的，提名来祈祷，求主赐乐医治平安伫因的身上。咱为着心灵艰难的兄弟祈祷，求主将平安赏赐予因。拄着什么款困难，我靠主来得胜。咱大家同心为着这件事，开声还是细声来祈祷。主，我上帝感谢你的恩待和保守，你的受恩赐福伫阮正来中间，你的恩典甲看顾保守阮，赏赐阮你来天顶来平安甲祝福。感谢你保守，阮为着诚做一个家己自我改革的人，伫主的面前得到接纳，求你圣心做工事，有这条经营。感谢你的大恩甲听堂，受甲祝福保守，大大恩典听堂，拢甲阮同在。感谢罗你，以你的能力亲自管人。也保守阮正向的姊妹得到主你的平安甲医治，我感谢罗你。主爱主，阮的上帝伫你面前摆咧阮的感恩。阮纪念504年前的宗教改革，是为着要提醒阮家己，阮也要继续伫主的光照圣经的教示顶面继续改变。改变是为着要下主的心意，改变是要为着得到更较多主你的百姓。改变是为了让阮心灵得到换新。主，阮将兄弟姊妹交托你，伫这疫情艰难的中间，有的工作事业、生活受到影响，经济受到影响，求你怜悯，互因靠主来得胜，行过这段艰难的路途。阮为着病痛中的兄弟来祈祷，求你施到你的安慰、扶持甲医治。主啊，求你差派好的医生来帮助因得到专业的医治，特别心灵软弱、有艰难、有忧愁、有烦恼、有忧闷的兄弟，主求你亲自赐落你的信心、亮光甲安慰，互因看见上帝所为着因摆伫头前的道路，无搁再受颠绊，欢喜跑走。上帝将平安赏赐予因。阮为着新选出来中级祈祷，求你互因备万心，准备要参与伫第一线的服侍，互主你的圣国搁得到复兴。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奉献，这是咱同心来奉献，回应上帝恩典。这时，请咱做伙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同心的奉献，主我愿意；乐意的奉献，主所欢喜。多听给多无比，我一生为你，奉献你所想事，到我主。阿门。会众请坐，这时咱来共读本月的金句。伫酒杯上壁，请勇行是少年人的阳光，白头毛是老人的光彩。箴言20章29节，
报告，即是咱做伙来看周报。第二后礼拜主日是由夏牧师来正道，书会是王惠琪执事。顶礼拜报告数项订正，咱第一堂顶礼拜实体出席的人数应该是302位吼，咱顶悬写267，还有小可的出入。其他服侍同工甲奉献聚会消息，请大家家己来过目注意。这时，请咱先周报第4页，咱来看具体交通。第2项，本主日10月31是宗教改革纪念的主日。咱看第4项吼，咱后礼拜主日10月7号是教会教育事工奉献主日。主日2，咱要举行升级祝福礼。第6项，本会定伫10月28主日礼拜后要举行年度事工研讨会。咱参加的同工，咱有新旧任的长职，咱的牧区小组团契首长、奉献团队的队长、专职的同工，请一同来参加。第7点，本会定伫12月12号举行圣餐甲洗礼式，欢迎报名洗礼。第8项，教育装备团队查经的课程，咱英文查经、华语查经和台语查经，拢已经今仔已经开始恢复查经。第12项，婚礼消息，咱本会4道长老夫妇，伊个大汉后生张志甲兄弟甲叶依玲姊妹，有定伫明年1月15下晡2点10分，伫咱福强教会举行婚礼，咱恭喜。伊嘛伫下晡上时有伫规人的来规人饭店来举行喜宴，请报名伫1楼的公报栏吼，请大家开始会当报名。过来，咱来看迄个牧区的消息，咱特别来注意的是，咱提摩太牧区吼，咱看第7页第3点，提摩太牧区吼有一个 PPT 吼，咱看吼，咱即摆已经开始咧举办，我想谢谢感恩节的念影比赛吼，咱毋望大家当共同来参与。伊的即个伫投稿的时间是到11月10日来截止吼，请大家来关心。那煞接咱请牧师来甲咱补充。咱拄仔看到即个任务，就是咱遮个青少年伊要办一个吼即个比赛，意思讲大家来投稿就对啦吼，有即个 QR code， 恁家己扫描，遮少年人足会晓用安尼吼。要请同工等下牧师讲道的后壁面有2个报告来准备一个。我先来做一个介绍吼。今日咱真欢喜有一对夫妇，就是刘建南兄甲温淑美姐，伫咱中间参加礼拜，欢迎拍拍欢迎因。来一个纪念品吼，您做参考吼，请坐吼，请坐。即个刘建南兄吼，甲淑美姐是夏牧师伫盐埕教会的老会友就对啦吼，大家斗阵10几冬吼。建南兄的妈妈嘛是退休的中职吼，非常的热心服侍主吼。伊最近吼对高雄搬来台南，伊甲我讲牧师你搬来台南，我对你来安尼吼。事实是伊的后生吼，住伫台南吼，伫台南咧服务，可能年纪有吼，大家甲遮孙做伙吼，安尼感觉讲较快乐，所以即马搬来伫仁德的所在啦吼，欢迎恁吼，常常来参加礼拜，近若定吼，所以进前就搬来，拄迄阵疫情啦吼，都袂当来教会，所以今仔日特别来吼，真欢迎吼，2位老朋友来参加咱福强教会的聚会安尼。咱来看即个任务有2项报告啦，我用任务较紧吼。第一就是讲，咱正式公告中级当选的名单吼，长老有2名，一位是陆志强长老，第2位是吴信强长老，咱拢真熟资深的长老。因要继续参与伫明年拢总4年的任期吼，来服侍上帝。执事呢有即几位7名，叶维稳执事、花文凯执事、陈秋怡执事、杨中和执事，因4位是以前捌做过，咱个轮休了个续任吼。有3位新任的，咱为着因祈祷吼。第1位是胡泽豪执事吼，杨胜杰执事，戴婉如执事吼。咱感谢主，因为因要加入伫咱新的服侍吼的中间，求主保守陪伴因的心吼。进前咱会请谢牧师甲因做一寡中级的训练，互因知影
教会事务啊，甲教会一寡体制，啊，遮个物件吼，咱讲的门徒训练就是安尼啦吼。啊，上次咱嘛真多谢吼，今仔日咱的师会吼，黄俊群执事，啊，咱甲拍鼓励一个吼。伊今年就任的啊，头一摆做服侍执事的服侍吼，啊，足用心，甲咱引带咱的敬拜，啊，咱继续为着这新中集来祈祷吼。过来第二项较重要的消息是要请咱大家到处宣传就对啦吼，就是11月14吼，那安尼算起来是安尼，搁两礼拜，若是对今日开始算吼，算3礼拜后啦，吼，因为今日那礼拜日尔嘛吼。11月14，咱要举行一个名人讲座，吼，就是福音主日，啊，要请咱听这2场礼拜，吼，招人来参加，因这个爱城吼，伫今年年初捌来咱教会打招呼过啊啦，吼，咱捌伊，啊，这爱城是一个歌手，马来西亚的歌手，啊，伊的生命经历吼，我是起起落落真大的差异，啊，伊原来是个超偶的冠军呢，啊，毋过吼，伊的，若讲伊的人生的路途无介顺利哦，毋过伊一直甲主结连，无离开，啊，所以伊要用诗歌来见证，啊，所以真需要咱兄弟招朋友、招亲人，吼，啊，招无道友，因咱今年无举行幸福小组，啊，毋过你有真侪好朋友带伊来，得到圣神的光照，啊，得到即个信仰，吼，啊，有2场，吼，啊，咱今日咱无印细张的，因为咱即下电子档足方便，咱各团队拢有请各小组长寄互咱。每一人的手机拢有啦吼，啊，你用这手机的图片，搁传互另外别人来甲邀请，啊，这张是咱外口的海报有写着吼。好，啊，其中搁有1-2项牧师过来做补充，安尼就要来结束吼。就是讲，咱教会重要的事工报告啦。第一项就是咱全面恢复实体礼拜啊，啊，这个影音的迄个直播是辅助的，啊，咱毋通听这讲啊，我著惯势啊，都阮兜吼。啊，摕倒遐看礼拜，迄较无完全啦，啊是爱转来到实体，所以请兄弟互相鼓励。你看你的隔壁讲，应较早即个人都伫遮，现在无看到吼，甲招一个啊，吼，啊招互骨力就对啦吼，因为咱实体礼拜也是上重要吼。啊，咱感谢主，现在已经无受即个啊座位限制啊，吼，啊，搁挂口罩、挂惯势啊，即马叫我绑起来，敢怪怪的吼，啊，所以大家袂感觉奇怪啊咧吼。毋过吼，政府宣布讲后礼拜牧师会咱甲口罩绑落来呢，因为讲主持人会使绑落来安尼吼，吼安尼我偷绑啊吼，啊是安尼讲话较袂遐喘气遐艰苦安尼尔啦，啊毋过咱逐个挂的拢无问题吼，啊若讲一半个也无挂，应该也无啥要紧。毋知咱在场吼，做过2节举手一个，做哇你看较济人，你看差不多要免疫啊你，吼感谢主啦。吼，啊，毋过咱也是挂较保护，因为这流行流感吼，有咧感染，咱大家细致哦。啊，所以呢，咱后礼拜开始吼，就是咱8点40敬拜赞美甲祈祷会合作会。所以你兄弟姊妹想，你的想象中是8点40就要来聚会啊，因为咱要做伙敬拜，做伙祈祷吼。问当然讲哇。啊，牧师开始讲道，我才来安尼。啊，无采头前的恩典，你拢无得到吼。会记得哦，8点40开始敬拜，佮开始祈祷。啊，了后诗歌唱了啊，搭煞接咱的礼拜停事吼。所以敬拜赞美嘛是礼拜一部分哦吼。第二是咱拜5的即个祈祷会吼，咱嘛要倒转去到伫地下室啊吼，咱要转去地下室，因为迄地下室的气氛吼嘛足好。啊，最后是讲。各小组要聚会哦，毋免阁爬来爬去啦吼。过来是2项请兄弟配合，就是感恩节，拄则咱讲的迄个爱城的即个分享会，但是较重要是，咱各小组有办迄个福音大会，啊，招这的无道友来参加，分享恩典，分享见证，吼。啊，这请各小组来筹备。佮另外，咱今年圣诞节吼，都因为疫情咱嘛毋敢保证，所以较无要办迄个大型的，哇，几啊百人的吼。咱就是各小组、各团体，你有哪办家己，若有要办餐会，啊，你来甲小会报备，甲教会报备，啊，然后邀请无道友来参加，意思讲小型的圣诞宴会就对啦吼，圣诞庆祝安尼。啊，咱伫12月19要搁举办第2次的名人讲座，是咱家己的讲员，吼，咱新老病院的院长吼，啊，咱的老溪区院长
老院长伫遮无？啊，先有过一个，拍无鼓励一下吼。伊甲爱城同乡，你敢知？伊甲爱城，咱第一个要演讲，因拢是马来西亚的华侨啊。吼，啊，咱台湾哦发展哦，上帝祝福哦吼。啊，伊的见证足精彩吼。迄天有哪都爱去招较侪人来哦吼。到时要到，咱过来这边举办了，咱后边再过来团团吼。啊，最后一项就是讲，咱教会吼，因为今年无幸福小组，但是咱嘛鼓励兄弟。因带人来洗礼，已经有足侪人报名吼，12月12有要洗礼式啊，报名来参加。啊，咱因为要提早报名，通过举办迄个真理班，吼，迄个福音班安尼吼，用安尼来甲咱做报告，真多谢。此时，请咱起立三角的吟上营的圣诗399首，愿上主大仁爱。现时说，咱要请夏牧师来祝祷。愿上主大仁爱，定点你心内，主的听每时刻，甲你应同在。愿主应更偏照你，应主必宽待你，主诚心保守你对治，做来领受对上帝来恩典甲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从，圣神的相通光照帮赞，甲咱正大家三个同在，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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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请坐，咱来默祷来闭会。今日即位咱离开的时，甲咱隔壁互相请安祝福。啊，咱今仔日有哪有迄个爱心午餐吼？那无赶紧转去，啊，咱23